169.9萬可以住到溫西名校區嘅4房獨立屋。大家好，我係 Aaron。喺溫哥華嘅西區咧，200萬以下通常咧買到間屋咧就有塊地嘅啫。因為咧嗰間屋咧需要大裝，一係自己拆咗佢重建嘅。所以今日介紹呢一間咧，可以話係隱世好屋，仲可以拎包入住添。呢間屋咧有3個賣點。第一，佢係採用咧西岸風格，同埋一個好實用、好靚嘅則，一共係4房嘅設計，採光嘅大玻璃，再加埋咧挑高嘅天花板，空間感已經好好。全屋咧有4間房，一樓咧就有間房同埋浴室。如果屋企係有老人家嘅話，就好方便，完全唔需要行樓梯。特別佢係2樓，仲有個咧俯瞰住客廳嘅小閣樓，我嚟做 home office 真係1樓。第二就係佢個格局同埋近年嘅 upgrade， 除咗間屋外面有個大花園之外咧，仲有個20乘12尺嘅 deck 同埋一個雙車房。其實屋主近年都做咗好多嘢，包括佢哋換咗地板啦、浴室、暖氣、boiler、洗碗機都換埋，真係方便下手買家。第三，溫西嘅價值咧，大部分都喺校網同埋生活圈裏面。呢度嘅中學係溫哥華公立排名前3名嘅 McKee Secondary。呢度旁邊咧已經係 Kerrisdale 同埋 Alberta Greenway， 真係行街、購物、做運動都好方便。想用169.9萬可以買到溫西名校4間房，又唔使自己做大裝嘅獨立屋。呢個星期六、星期日 Open House 過嚟親身感受下，到時見。